我諗同你分享一樣嘢，老實講，呢個係我近年嘅健康領域研究過最吸引、最得意嘅發現之一。最初吸引我注意嘅，其實都唔係個產品本身，而係背後嘅故事。因為呢個故事係冇一個你哋都睇唔到嘅特別嘅地方開始嘅。冷戰期間，蘇聯科學家同軍方研究人員越嚟越擔心生物戰爭嘅可怕威脅。大家越嚟越擔心未來嘅戰爭唔再淨係用傳統武器，而係會用人為改造嘅病原體、危險嘅細菌同埋針對人體嘅生物攻擊。於是蘇聯科學家開始問一個好關鍵嘅問題：有咩天然嘅生物防禦系統可以幫身體抵抗危險嘅細菌威脅？呢個問題令佢哋重新翻查幾十年嘅微生物學研究，結果佢哋揾翻佢哋發現真係好驚人。一種早喺1855年嘅俄羅斯首次發現嘅細菌菌株。最初嘅發現係科學家留意到一樣奇怪嘅嘢：游牧牧羊人長途跋涉時會用羊腸造成嘅腸衣嘅儲存牛奶同食物，點知用呢啲天然羊腸儲存嘅食物竟然冇變壞，但平時咁樣儲存嘅食物就好快腐壞。科學家開始研究羊腸入邊發生咩事。佢哋發現嘅結果真係好特別，一種獨特嘅細菌菌株可以主動抑制有害細菌，保持生物穩定。呢個發現最後被稱為乳酸桿菌 Acidophilus 2585。幾年之後，諾貝爾獎得主梅契尼可夫 Ilya Meshnikov 協助開創咗最早期嘅科學理解之一，認為老化本身可能因為腸道入邊有害細菌過度增生而加速。佢喺研究指出，炎症、退化同健康下滑，往往都係由腸道微生態本身開始。但而家講返蘇聯科學家，因為故事就喺呢度變得特別精彩。佢哋相信呢個菌株有咁前所未見嘅保護特質，但係有一個重大挑戰。如果世界未來會面對廣泛嘅抗生素接觸同生物戰爭，呢個菌株就必須變得極度堅韌。所以科學家 Galina Ivanova 博士用咗8年時間去改良同加強呢個菌株，結果咧就誕生咗一樣真係獨一無二嘅喺全球第一個以2585菌株為核心嘅專利益生菌，一款專門研發到可以抗生素嘅益生菌菌株，係益生菌科學界幾乎未聽過，但係就喺呢度開始，我哋興趣真係改變咗。我開始見到佢用家分享，坦白講，嚟自世界各地嘅故事真係好勁。有人報告話，佢哋身上發生嘅改變遠遠超出一般人對益生菌嘅想象。好多時體人本身有細菌失衡或者感染問題，3日之內已經開始感受到明顯轉變。大約2個禮拜到呢，好多人都話真係感受到消化、精力、免疫力、頭腦清晰、炎症同整體功能都有明顯改善。但更有趣嘅係，長期研究顯示，大約8至9個月之後，腸道微生態本身可以開始喺更深層次上徹底修復同重組。換句話講，呢個唔只係暫時性嘅補充，呢個係生物層面嘅修復。同市面上大部分益生菌唔同呢隻菌株就算你停咗食，佢都會繼續發揮作用。而家我講下點解我會特別留意呢件事。開發呢項技術嘅公司 Energy Mass Group 唔係咁淨係得個產品概念同網站嘅初創公司。過去5年，佢哋已經擴展到10個國家。佢哋投資咗幾百萬去建設生產設施，而家每個月生產能力超過100萬包。佢哋已經有多年國際市場嘅驗證，而家先至正式開始進軍美國、歐洲同埋澳洲市場。你睇下啦，一款有專利嘅產品，一個獨一無二嘅科學故事，真正國際級嘅發展勢頭，極多真實用家見證，龐大嘅生產規模已經準備好，而全球最大嘅市場而家先至開始開放。就係因為佢，我而家特別興奮。因為我哋而家正處於我所講嘅開荒階段，打基礎嘅階段。而家我哋積極揾緊嘅策略性市場入邊，識得早着先機嘅關鍵領袖。
唔係等到勢頭出現先行動，而係勢頭未起之前。喺開荒階段打好基礎嘅人，往往都係之後推動發展嘅關鍵人物。所以如果你有創業精神，如果你識得把握時機，如果你識得嘅機會仲好早嘅時候就冇得出你有幾獨特，呢個可能就係其中一個值得你特別留意嘅罕有時刻。因為歷史已經教曉咗我哋一樣好簡單嘅嘢，最大機會咧，通常一開始咧都唔會好明顯，但到後來咧，人人都會希望自己早啲發現到。